来关心4月初3花莲大地震了后，影响花莲和台东的观光。台东即马有一间5000级的饭店，伫网站顶悬是写讲，住一暝食2顿只要807块，哪会遮好康？一个手就卖出上百间房间。那业者是坦白讲，因是计数写唔对去啊。也毋过伊嘛真阿萨利，讲总有买到的拢有准算，业者损失上百万会总吞。它现在面积看出去就整个可以看到。对房间的头门看出去，台东真水的风景看甲真清楚。为伫台东的这间有名的饭店，那风景真水，也佫有原住民的特色，占6000块起跳。不过民众伫订房的网站发现住一暗食2顿，今年只要807块，赶紧落订。结果卖几百间出去了后，业者才发现计数表唔对去，损失上百万块。不过决定转售家己吸收。他们董事长这样值得肯定的。会不会认为他们有在炒作，还是什么？应该不会吧？我们一律全部认赔。希望借由这次的机会，所有的民众可以来到台东，或者是知本温泉，体验台东的美好。业者讲，旅客愿意来台东，拢真感激，希望观光业者会用斗阵来度过这段关，共同互台东搁再努力起来。花莲地震的灾情也影响到台东的观光。以5日岁连假来看，大房率只有2-3成。对这要到的秀赖旅游大街，台东县观光协会讲无乐观。过去秀赖大房率7-8成，今年有个减一半，只有4成。如果是有团体，你这就补助团体；没有的话，你就补助自由行的就好了。为什么要分7、8月团体，还有8月才自由行？最好能够自由行就从7月份开始。中央甲地方斗阵要来优先花莲甲台东的大房率，花莲的补助先开始。对6月自由行平常时每一间房间补助1000块，不过台东确实等到8月。台东观光协会认为讲中央支持力量无够，应该甲自由行的补助提升到7月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